創世記第27章，以撒人老眼目昏花，不能看見，就叫了他兒子以掃來，說我兒以掃說，我在這裡。他說我如今老了，不知道那一天死。第3節，現在那裡的屍骸就是奸狼和弓，往田野去被我打獵。第4節，將我所愛的驢是妹妹拿來給我吃，是我在未死之前給你祝福。第5節，以撒對他兒子以掃說話，利百加也聽見了。以掃往田野去打獵，有敵亞妹帶來。第6節，利百加就對他兒子雅各說：我看見你父親對你哥哥以掃說。第7節，你去把野獸帶來作前妹妹給我吃，我後在未死之前，在耶和華面前給你祝福。第8節，現在我兒，你要照着我所吩咐你的，聽從我的話。第9節，你到羊群裡給我那2隻配山羊羔來，我便將你父親所愛的給他做前妹妹。10節，你拿到你父親那裡給他吃，是他在未死之前給你祝福。第11節，雅各對他母親利百加說：我哥哥以掃背信是妖魔的，我身上是光滑的。第12節，倘若我父親冇錯我，必以我為欺負人啊！我就照主不得祝福。13節，他母親對他說：我兒，你照的主歸到我身上，你只管聽我的話，去把羊羔給我拿來。14節，他便去拿了來交給他母親，他母親要叫他父親所愛的作前妹妹。利百加要15節，利百加要把家裡所存的他兒子以掃喪後的衣服給他小兒子雅各穿上。16節，要用山羊羔皮包在雅各的手上和頸項的光滑處。17節，就把所做的妹妹和餅交在他兒子雅各的手裡。18節，雅各到他父親那裡說：我父親。他說：我在這裡。我兒，你是誰？雅各對他父親說：我是你的長子以掃。我已照你所吩咐我的行了，聽起來錯錯，切我的亞妹，後給我祝福。以撒對他兒子說：我兒，你如何走得這麼快呢？他說：因為耶和華你的上帝是我遇見好機會的。21節，以撒對雅各說：我兒，你ขึ้น前來，我摸摸你，知道你戰勝我的兒子以掃，不是。22節，雅各就愛勸他父親以撒，以撒冇錯，他說：生鹽係雅各嘅生鹽，燒腳係以掃燒。23節，以撒就判不出來，因為他手上有毛，像他哥哥以掃的手一樣，就給他祝福。24節，要說你真是我的兒子以掃麼？他說我是。25節，以撒說你賜給我，我好切我兒子的亞妹，給你祝福。雅各就賜給他，他便切了，要拿酒給他，他也喝了。26節，他父親以撒對他說：我兒，你上前來與我親嘴。27節，他就上前與父親親嘴，他父親一聞他身上的香氣，就給他祝福，說：我兒的香味如同耶和華賜福之田地的香氣一樣。28節，因上帝是你天上的甘露，地上的培土，並許多五穀新酒。29節，因道門侍奉你，到國跪拜你，因你做你弟兄的主，你母親的兒子向你跪拜。凡照住你的，因他所照住；為你祝福的，因他蒙福。30節，以撒為雅各祝福，以別雅各從他父親那裡出來，他哥哥以掃正打獵回來。31節，他做了妹妹拿來給他父親，說：將父親起來，切你兒子的亞妹，好給我祝福。32節，他父親以撒對他說：你是誰？
他說我使你的種子以掃33節，以撒就大大的戰驚，說你沒來之前是誰得了亞妹拿來給我呢？我已經設了為他祝福，他將來也有蒙福。34節，以掃聽了他父親的話，就放聲痛哭，說我父啊，求你為我祝福。35節，以撒說你兄弟已經用煤嘅來將你的父親奪去了。36節，以掃說他名雅各，豈不是真對嗎？因為他欺騙了我2次，他從前奪了我種子的名分，你看他現在又奪了我的父親。以掃就說你沒有留下我為我可祝福的。37節，以撒回答以掃說我已立他為你的主，其他的弟兄都給他做僕人，並使他5穀新酒可以用神。我兒現在我還能為你做什麼呢？以掃對他父親說：你只要一樣可祝的福嗎？父親啊，求你也為我祝福。以掃就放聲而哭。39節，他父親以撒說：地上的培土為你所出，天上的甘露為你所得。40節，你必依靠多減ทุ日，要必侍奉你的兄弟，當你強盛的時候，必從你頸項上掙開他的軛。41節，以掃見他父親給雅各祝的福，就引起雅各心裡說：我為我父親其上的日子近了，到那時候我要殺我的兄弟雅各。第42節，有人把利百加他兒子以掃的話告訴利百加，他就打發人去叫了他小兒子雅各來，對他說：你哥哥以掃想要殺你，報仇雪恨。43節，現在我兒，你要聽我的話，起來逃往哈蘭，我哥哥拉班那裡去。44節，他出下日子，鐵定你哥哥的女小了。45節，你哥哥向你小女去，忘了你向他所做的事，我便打發人去把你從那裡帶回來。為什麼日日送你們一人呢？46節，利百加對以掃說：我因這吃人的5子，人性命都染煩了。倘若雅各也吃人的5子為妻，像這些日中我發作還有什麼益處呢？